面對南科4期的重大開發案，目前國科會進入環評階段，預計2028年交地目標。不過，議員吳玉環在總質詢以現有南關線道路已經是塞車的困境，未來佮加上南科4期開發，每一天2萬外車厝的通勤壓力，相當煩惱，交通將袂頂袂當，要求市府一定要用科技新城的標準，提前來布局。未來南科4期帶來35000個就業機會哈，那也代表大量通勤人口進入南關縣的這個生活圈哦。那如果我們市政府沒有提前做好交通改善，還有我們的不好意思，還有網路的道路路網規劃啦。受影響的不只是用路人，更是長期居住在歸仁、仁德、關廟、龍崎的居民哈。未來可能面臨更嚴重的塞車、噪音，還有這個空氣污染，甚至連上下班接送孩子、日常採買都要跟龐大的車流量來擠在一起啦。本席認為，南科4期的成功，我們不應該只有在產值增加，更要讓產業的發展還有生活品質能夠來做一個同步的一個提升啦。南科部分我們已經建設在包括北外環那些部分，那所以說南科現在到3期、2期的部分都還好，現在南科 A 到 O 的部分我們也是在積極在處理。至於南科4期的部分，因為最早因為現在在做環評裡面也包括交通影響評估，所以說我們都會去處理絕對不是只是紙上作業，而且很重要的是南科4期如果照一切都順利的話，2028年順利交地的話，也不是第一天馬上就2萬多部車子就直接進來，所以他沒有慢慢來啦，所以不是慢慢來，我們還是快做，所以現在已經積極在規劃，不會絕對不會重蹈竹科的噩夢。為了解決南科4期開發以後民眾交通壓力，議員在會中嘛帶出空中通勤流浪的新想法。議員認為，空中流浪不只是觀光價值，用來運輸嘛當減少可能的道路徵收，降低生態甲生活衝擊，所以要求市府納入評估，閣再決定敢是可行。台南新聞，阮子林英庚採訪報道。